喺可以6月來做，上禮拜六馬總統親自去主持統查嘅台28線新旗山口，雖然順時季節地拜拜太歲過後，旗山美濃兩隻位所來往嘅交通問題，唔過有鄉親講，一條新橋會作為嘅方式，嘅交錯會開駕駛人看唔清對向來嘅車嘅。韓國怪嘅係幾條橋會搶看將用嘅 LED 天火，一盞路燈也冇，故所大家感覺講佢唔安全。旗山橋同茶尾來往美濃同旗山的居民，總算唔是老遠路來往兩地。不過，一到暗晡頭，也錯4個6億元的新橋，睇同茶冇到1個禮拜，沙成為用路人所講的圍橋。原來為咗提高橋梁的通風透面，該間以後為旗山橋出現的中央凸出來，兩邊直接降下去的路況，造成來往兩地的車位無法度馬上來看到對面的來車。也全長535公尺的新橋，唔單止無人車分透，就連一盞用來照明的路燈也看唔到。它的那個橋面哈，因為要防治洪水，所以它撐得比較高，所以往往我們對向的車子會看不到另外一方面的來車哈，這個是第一個危險性。那第二個就是它沒有做好人車分道，對腳踏車或行人是蠻危險的。那第三個就是它的照明設備哈，除了它的 LED 是主燈，那其他的地方我是覺得說照明設備真的不足哈。因為我們現場公務段講是定在1月26號會辦個現場會勘呐。第一個重點是照明的部分，那第二個重點可能是旗山端那邊的一個路口的轉向的車道的那個安全的問題。靠近旗尾端這邊有稍微高這個狀況，因為現在橋梁整個都完成了嘛，也不可能去做說什麼再加高，不可能的嘛。那基本上可能看看有沒有辦法再用那個交通工程的手法和手段，來再改善看看啊。旗山橋22公尺的橋款，提供嘅2個快車道同1個慢車道，但是現今的用路人喺光線不足，尤其係喺無分隔道嘅車道下，隨時有碰後尾車嘅重大嘅危險。民眾指出，橋位最主要功能係幫用路人順利通過，更加設備到橋位美觀，令到幫夜間嘅用路人有嘅使用嘅危機。本來政府伊咧好意吼，想要做一個安尼地景橋用的吼，啊沙邊啊安尼視察的也係講啊，安尼行路的人吼，摕去遮喏，會發生一個危險，一個都有一些本末倒置吼。整合嘅舊旗山橋同旗美橋改建嘅新旗山橋，使用嘅太監皮嘅先批工法。雖然交通部強調新橋會有控制同監管鐵皮嘅功能，但是一種模式用嘅工法，使幫來往兩地嘅用路人行業被實現不良嘅危險。一種用路人講嘅本末倒置嘅操作方式，實在艱難幫民眾同政府來朴樹。客家新聞整分子高雄報道。